缅甸台叫咩波客栈，阮客栈下面话行里面的都是阮客栈下面话，你送你的不？送你的不？到处都是本毛的面，草林不的牛牛杂的发展证明。你送你的不？你送你的不？不走错多是本毛的面，毛的面，毛的面，毛的面炒炒恁不的牛牛仔的炒，恁不的仔的，恁不的仔的。和他们的主义发展怎么样？发散尽了。你送不送？你也不，你也不。走错都是本那些毛的面就是这个毛的面炒恁不的仔的不的仔的主义，它个毛是毛，就像占便宜那种人。毛的面，这个毛就像占便宜挖别个的东西，就是这个毛，像毛的么东西，像毛像挖的东西毛。你送不伸手，你送你的不走错都是大事。本毛的面就是那种占便宜的人，毛就是挖的意思。比如说他一个女朋友，把他挖过来跟毛过来，朝你的在主义，他们的坏人打坏主意。你送你的不走错都是本毛的面朝你不的在发展怎么样？右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右面努力向上，誓不耽误。祝愿右面学业有成恩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牛牛保海，海来保面平安。